讲这个物件无，伫思想上拢有变化，伫经历内底拢有变化。我来简单来比喻，咱伫思想上，对咱体会到70岁，我是70岁，变化足济，希望爱讲爱，真足济。毋过你我一个心性的物件，我心的物件，这绝对，因为这是人我自性不坚强、不强、不强、不信。因为咱是理了，毋过你咱的本性中内底当中，这个空性内底当中，本是真正的物件。我希望讲就是简单的比喻，安达会变化的，你会变化的，黄金千兆会变化的。千兆会变化，所以讲黄金不怕毁灭，有无？但是咱一个自性就从黄金相像，但是这个黄金这是一个千兆，咱的自性就是一个千兆，毋但叫做富足，好其自性本自富足，但是咱的思想上变当中变化者，变化者，咱就是要恢复咱自性，咱的本性，经典。过去阮所留的甲即个物件，2560年又变化无？伫咱即部经典内底当中，伊拢总无变化，一字都无变化，嘛袂使变化。这叫做绝对，嘛叫做实相。绝对叫做实相。咱今日囡仔二校咧读册，迄叫做学习。今年的教材。不一定每年当年，每年透材不一定后年当年。迄叫做哪？迄叫做学习。学习就是咱这个这个专业知识，这个识就是伫这个世间习惯就解说叫做分辨的。伫这个世间应世间的事实里用的物件，叫做世间法。迄物件叫做出世间法。你学这部经典。就是出世间法，出世间法就是无改变的物件，叫做绝对的物件。无再来讲，3000大千世界七宝，使这个受持独上处境来自于所有的为他而说，利用手臂使这个人，3000大千世界互你讲1000粒，会算呢？互你讲1万粒，互你讲10万粒。加这个经使一个受持独上处境，乃至所有的为他而说的人哦，这不该讲这物件，你听了靠是头毛毛感觉。毋过不能是绝对，咱以世间的讲是相对，我差那点。绝对就是，因为无人搁查袂起叫做理想。相对的就是，你有1万粒。然后一个再加1粒来做1万控1粒，安尼你叫做相对，相对无绝对，无绝对，绝对是无法度咱性业会，会超业会，迄叫做无能改变，那叫做无上无相。感谢呢，以佛道来讲，佛，安尼叫吼，咱来讲佛，儒家来讲，大乘至圣贤书。圣人佫是大乘知识，佫加一个大人内底，迄叫做以佛为经典。所以今日读这部经典，这是因为现在大乘法，嘛是咱用迄个心性法，但是咱这部经典已经到14本来，叫做理上这个法，已经讲过了。这个物件我想讲。咱有经时啊，你来讲，我才一直叫互你讲这物件。其实要讲这物件，毋是讲听过，讲人不讲了，但这个物件对大家有意思啊。每条咱经过经典的科普的宝贵，咱了有这个学经典的对待，咱这个对待。这些人你可以听这物件听啦，你听啦。
叫，不叫叫了吼，嘛不一定讲，是相关的，因为讲了，我听有部分赞成。我想过，一人赞成，二人赞成，三人赞成，四人赞成，五人赞成，都有些相。好吧？八干、田干、肥干、土干、土干，都有些相，无些相啊。唔知迄个叫做三精优点，上三精、中三精、甲下三精，都当係做这物件。唔知哪里合作啦？下星、中星、大星、最上星，咱可以合作。哪里合作啦？洋车、六车、油车，来电油车，唔知哪里合作这物件。咱是这个赞助。咱今日每一个人的姊妹，无论你是什么人，你都会感到这个。但是我这物件是不变的是你哦。唔过咱要办嘅物件，你若有真正有到迄个意见，无真正用功，清解为错，二流为错，英文解义，清解为错，二流为错，这个英语，就参照讲文艺发展、观众发展、甲思想发展，这个英语，那叫做平清发展。但是无平清你听无，一解无，搁再两解无。听到我有听，就是你已经感受到了。三啊块地，一个恁开始啉茶，你会讲，这茶的嘛差无介济，茶的嘛无介济。敢是，咱讲茶无介济，是茶无介济，是你啉捌，毋是茶无介济，是说茶无通在共一支山做下了后，同时买了，共一支山做下了，无人要买，大咧学袂出来。敢毋差济，大家讲，起来一时去甲买遐贵，就入去买了。敢大家讲嘛？毋是大家讲，因为大家已经知影讲，即支山的山块，甲即支山伊本身的本质是啥物，知影。所以伊哪通入去甲买？敢是大家呢要买，听甲要去买，就是已经有伊的特殊伫内底。所以你第一合法。我咱参详的在这里，不可能因为咱进行然后已经进行了已经报告，事实上这是非常是无如来说明实相的因为这讲到伫实相的内底当中，迄个实相，这是非常是无如来说明实相。简单甲你解释一下。迄个实相就叫做真实无比嘛毋过你不是跟你有一个实相无？你有一个实相来互你定，毋过有一个实相来你定，迄叫做有一个实相来我定，有一个实相互我定，但是呢，迄叫做我相、人相，第三步叫做妄想、众生相，第四步叫做思想、叫做受得相，搁出来。所以你含迄个实相嘛，袂使去执。所以第五个来破掉了，迄个第一步叫做缘起，第二步叫做成空，缘起，但是袂使执。所以这个相起来了后，你袂使去执这个相，所以来破掉。你若无破掉，你个执面满定思想。讲实相，搁执伫实相内底，那安尼当中，你永远袂当破掉个实相。迄是无法度，当讲一个名相叫做实相，迄个实就是讲叫做无虚。但是迄个无虚，你一般你个人讲一个实，就是已经有一个实义啊。有一个实，有一个无实，敢毋是？实甲无实两件叫做啦。所以含迄个实嘛破掉，所以咱实为实相。即回，咱讲起来。我是用方便，咱过去常讲，船啊开过这个江，但是你会跳去船顶，你唔会进船顶。你个进入船顶，你永远袂当成功。就是这个四个如来说明是上三个道理。是福德
缘起方便所讲的实相，安尼听无？是故如来说明实相，这为着讲。毋过你这段话，我只伫这段话当延伸着安尼落，因听好有啦吼。过用恁大家对我较实在。世尊，世尊，我今得闻如是经典。我今得闻如是经典。性盖受持，性盖受持，不足为难，不教为难。欲当来世，欲当来世，约500岁，约500岁。其有众生，其有众生，得闻是经，得闻是经，性盖受持，性盖受持，是人即为第一喜有。是人即为第一喜有。咱若看咧红的啦吼，拢是经典本文啦吼，恁会就是红的啦吼。啊，若写着乌的嘛，拢咱好解说，咱就去安尼啦吼。当然，因为师父第求着自己向世尊来比喻讲，我今日得闻是经，性盖受持，不足为难啦吼。哦，伊安尼讲啦吼。这句话是安怎讲呢？因为而且咱我做一项做一个解说吼。因为师父第甲佛陀讲讲，我今日得闻是经，性盖受持，不足为难。因为是什么原因？这就是我的经医称呼，灵医不同时出世，灵医不出入，灵不如法，灵观不出入方法的妙用。所以，因为当然我经医嘛较好，因为我和佛陀共当时出世迄个所在，嘛甲佛陀同修过，我嘛看到佛陀，因为伊讲道理互咱听，嘛甲佛陀去化验。因为我对佛陀了解无什么困难，毋知讲我今得闻如是经，不足为难。伊安尼甲我讲，甲你讲起就是你这经验，爱去行过，这是一个足清缘分较天天。啊，第五个呢，伊就安尼讲，我连依着我的善根，大家证了阿罗汉，我也证了阿罗汉，而且我是解空地的阿罗汉，在小乘法来讲的，我是解空地，因为有这种的基础，对大乘法的解空就真容易领悟。这就是我所说的根基，就这个意思。第一个，咱知六阿罗那耶，六阿罗那耶的第九本的有叫六阿罗那耶，那个叫做极境。极境啊，这个叫做极性。我阿罗汉已经修到解空的阿罗，我已经达到极性的阿罗汉。所有阿罗汉内底当中，我是排第一名。这是佛陀亲自讲的哦。好，所以呢，我已经解空第一，我因为我有这个根基的心，证着阿罗汉。但是证着阿罗汉，而且我嘛是解空第一阿罗汉。哦，那安尼呢，在小乘上来讲的，我是一个解空第一阿罗汉，因为我有这种基础。今日咱每一个人嘛吼，有这种基础，因为了解大乘法有困难吗？真正有困难。所以因为我今日这句话内底当中就讲，世尊，莫得闻如是经典，性盖受持，不足为难。到这，因为就是我拄则讲有这两个原因，因为我才不足为难。哦，所以呢，你望这宿世因缘所致，在我用功的修持来讲，不算真困难。为什么？因为我是亲自听佛经口讲，而佛的身口意三业的属性，会加持我师父的。我因为灵闻佛法，当时就得到利益，所以我师父的性盖修持不足的，无什么困难。所以伊后壁就继续讲了吼，伊讲哦，离我这个时阵无什么困难。甚至我嘛无什么困难，但是伊安讲，欲当来，欲当离后世500岁，这个
用功比后世无法会，我过去我那讲过是这点，你佛的法门内底，伊正瓦时期1000年，向瓦时期1000年，伊末瓦时期5000年，伊佛教伊法律叫3000年。毋过呢，因佛教我分做500年，即个判别的判然后，毋是背叛的判，判别的判，伊个判500个，用3000年判500个500年。第一个500年，伊迄个叫做解脱坚固时期，伊个法门较高，伊会得到佛了后的身软无美，东品师阿下不走，参详真经一般都袂出。像你今得到民俗一境，咱身软无美，咱有作者为虾米？为虾米？为虾米？咱袂对为虾米？对不对？毋过呢，若是法运化印，这个时运咱得到。其实你是伫所有状况，什么人讲得到会当解脱，会当不要轮回，你有是修，他不要到哦，对这个宗法他很肤浅。无宗法很肤浅，当然一个人提出来讲，你有得到有实修，伊很保证地富求天，天龙化火，百岁年老，哦，不要到轮回，身软无美，东不有志，下不有才，你的理想带理想，但是这就是真的，咱必来正确的时阵，嘛是当时的佛打等的第一500年。迄叫做解脱坚固时期，如果第二个500年呢，叫做禅定解脱坚固时期，现在叫做禅定，因为500年已经过啊，咱人法运真保的，咱人的心容易起心动念好，安处较袂掉，所以当时因这代人叫做禅定，禅定啊，其实禅定这句话就是哪？禅是印度语言，天地中国语言。禅定如果叫做华梵双语，华是叫做中华，梵叫做印度的叫做梵语，所以禅叫做梵语，定就是中文。两个加叫做禅定，咱有时候很多内外禅内定是名叫做禅定无。所以第二，伊就500年就讲禅定，咱安住起来心。毋过就1000年应过后，咱嘛查法门才有报。到第二个1000年叫做向华时期，迄个向华叫做参修，毋是叫做正法，参修就是慢慢一直行过1000年。所以第一个500年叫做哪？叫做多闻坚固时期。什么叫做多闻？咱嘛查讲，迄阵三统法师啦，三藏法师。就我所一些大老师都做，所以今日伫所有的佛教内底当中，会当翻译到中文，拢是第3个500年，伫向华这是第1个500年翻译物件。迄阵大家咧翻，这经典拢出来，人是迄个人，其实印度语言你就要翻译，你连一个你翻，嘛是英文咧，印度文嘛是英文咧。若要甲讲起，安尼学安尼学方法，比如讲，你学你嘛学文，你写就写文，我你看文。所以迄个时阵，第2、3、500年，向华时期，迄阵时阵把所有的经典即大法书，甲翻做了中文。那三藏法师啦，甲过去的来发这600本来发这经啦，法华经啦。金刚经是伫大法这经577卷内底当中有出来，也是一卷尔呢。你是拢大法这经的内底，所以呢，第4、500年叫咱踏实。咱讲起，迄阵伫咱中国起庙寺啊，咱起庙寺对以上，你现在去中国大陆大聪明大庙寺，有当时你有时讲唔当行袂出来，是什么原因？因为伊过去的起庙足大，但是过去红卫兵的时阵，毛泽东迄个时阵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迄阵就是讲到了，
毋过因进哦，咱开始慢慢咧复健哦，因知迄是文化，嘛知影因咧是全部去趁钱，爱骗物件，伊即慢慢咧恢复。你若去过曲阜啦，迄个书家啊吼，石碑啊，迄石碑当时袂去甲讲政府买哦，讲政府伊拢去理啊，迄石碑啊讲政府买啊，但是因当去掠咧较厚诶，拍串掠较厚，所以伊甲讲你讲。即地道社会，这东西阿文顶来讲，都破坏了对了。所以因进当中就是咧复原迄个文化，所以就是迄阵过去的当中啊，李茂讲的时阵破坏这些文化。但是已经咱知影哦，2000年过后，行到第3000年叫做哪？斗争、电视机啊，斗争啊吼，斗争建国时期。伊叫做末法，末法就是法印垂末。所以这个法印垂末，就讲过去发的迄物件，迄是做到，但是经过2000年以后，迄个法律就保了，干讲一下。但是这个人是神变成福报，毋是因为攻击，因为修复不修会。表现的东西，那修复内底当中无对心性去用功夫，你开始道歉啊！你开始道歉，是安道歉？生活义嘛，生活同顺嘛，口和无争嘛，义有同乐，戒有同修嘛，戒有同情嘛，利有同心嘛，六高跟六合生变六，然爱和，因为我告诉咱讲意思啊。今年结合嘛，袂合较难，连义和不合，甲六，最简单就是修不修的，还无对心性。毋过咧，你关在历史内底当中啊，你爱想，偌济东西，就偌济东西，伊修复法，伊个转世来咱变历史来接受着了，咱明日祖师继续变来，这个就正好事情。偌济人修，偌济人以过去修复来，即摆要来修复出来。所以我想讲一句话，第六分讲，当地是不分、二分、三四五分，理性先品，一如前来的所见的先品，乃至必然形成影响。但是讲嘅，咱有偌济人一定用一世福过，用了2世福过。三四五分，毋过你过去以前的成绩嘛叫做修复，毋过就是你过去有福，你即嘛是要来修复。过去前的福，即嘛是要修复无相同的物件；过去是开花，你即嘛是要来结果无相同的物件。若开花有结果，那安尼你实际上无路用，连测试标的，敢是安尼吼？开花就是个结果，开花有结果无路用。毋过咧，即一贯的地主会当而且收入，过去拢总是1分、2分、3、4、5分，2成成品。咁那有道上来讲，期待修复者，过去是修复挺好，即马期待咯，期待发展健康费哦，但是这叫做收费，这叫做修复。毋通讲菩萨一定要福为上修。叫做福为良相存，有修福无收费，袂当修菩萨；有收费无修福，嘛袂当修菩萨。这叫做福为上修，叫做良相存。但是要修福简单哦，要收费毋是简单哦，是安怎讲？要修福，来摕钱来补习就修福啊嘛，来帮忙做学课就修福啊嘛，敢是安尼？来帮忙办工作，但是就修福啊。敢是安尼，像当时让第3日、14、15日时啊，迄毋修福吗？哪有办法？都有偌济公平，拢是不公平，这咱人知影吼。以前是物叫公平？先地妙缘，退守同学，内心公不是设计。这句话你来做来，我真清楚。见成是讲研究主义，内心偏袒是讲外形内心的。这个一定甲你看清楚清楚，公平是在内心中，就是这个公平是你的心，
唔是外口的福德，但是心的光德。问题啦，咱过去有话来讲，修福，咱讲修道不办道，修道不办道，难成道；办道不修道，成魔道。办道唔修道，办道啦唔修道，成魔道啦要修道唔办道，嘛难成道啦唔通讲办道甲修道两条路，但两条路是咱国家福慧相生办道就是修福敢是因为修道就是叫做修慧这两个叫做福慧所以一般地主是咱讲今日来叫你去办道，是咱今日来修道，敢是另外国外的开放，例如含了采取入去一抓二抓，迄抓有倒位，迄企业当中，迄天气我们发死咧。唔是讲有足侪人要生存那就凊彩欢喜较要嗨这就凊彩。咱唔是趁钱呢，是安别人看到咱道袂成功，看到道亲迄个咱做伙，咱就感觉出欢喜。咱做并且叫咱思维，叫咱心态。你人要甲你修，比你趁较一钱较欢喜呢？你趁钱袂欢喜呢？你度一个人成菩萨会欢喜袂？欢喜但是所以今日爱了解。你后壁出话来同你讲伊讲玉东未后食500岁，这已经讲出来所以我只想讲500岁。你最后佛陀发愿来时阵500岁，也是叫做道经成期。这个愿望500岁，就是这个时代不发吹火的我出没时代。这个时代什么时代？咱听这是2569年，你听有意思无？5525到2558年，这是已经泰国的佛力对佛陀对抗的，才是2569年，因为过69年，但是所以咱必愿的地主，咱老祖师，我哋100到120周年，150年到120周年，传道纪念。咱师尊传了78年纪念，咱师父传了57年纪念。这不是脱离这个时阵吗？这不是在这个时代吗？但是佛法传统的时候，一贯都来，老祖师来，老祖师来是当时佛陀甲老祖师2本是跟他讲如来亲自如莲花，无弥勒菩萨无萨，弥勒逆当护持佛法小宝为出，这是当时2本一经。佛陀本身菩萨讲的，直接甲交代，迄叫做附属。讲如来亲如莲花，无弥勒菩萨无萨，对弥勒你是大菩萨。你是大菩萨，你是菩萨。当2000世后500岁，当2000世后500岁，你当护持佛法小宝。我先跟你讲天文学过去是佛法小宝当时所以过去是佛法小宝，而这个时阵叫啥玄关考法合道。所以你这个时运，这个时代。佛法吹梦，嘛是咱依贯正法刚开始，咱就报过咱突然来到这个世间，做还是拄着，不过咱拄着，是咱你会当入来，是你会当修，你会当受办，你会当修行，是什么原因？不1佛、2佛、3事5佛，你过去生来出现经，唔是无原因来。恁真正是无原因，但是这个后500岁，这个人是啥物人？会当而且，伊后壁出句话讲，后500岁，其有相信得闻是因。这个后500岁，这个其有众生
什么人？恁今年才是写写。你当时老祖师传的这点人，这个是有善根的众生，对灵魂金毛经性格受持，因为不但对书经性格不义，而且信心对处深奥的道理经典也是信心自负解悟。咁是呢，这点的什么人？这点的年轻人才是啥？咱这就是无怀疑，你安那问地有众生，问是经，啊，这个经是什么经？咱来讲一个经。是安那，恁来坐到这边听，恁就是爱要了解，恁不是义，恁爱要了解。那义，这个经，那义，恁袂来坐到这，因为义就要来了解，义就要信心嘛。是安怎恁今日会坐了？你袂了解，恁无义，所以咱来讲是句话啦，这文是经，所以你这个当中，这是有善根的众生，咱去学这个经当中，信解受持，什么叫做信解？信都完全相信，解应解悟，而信解完全，你清净无疑的环境下来受持，受持就是讲受，你若是心啊持叫做意念不忘。你伫信解，灵那于心，意念不忘，这句话就解释。但是当中呢，信解不离，信者你完全是有了解，你全相信，完全有了解，你无疑的。所以而且叫做信心清已经杀掉。信解不离的信心清净，伫经文经的第六个叫做啦，迄个什么？什么个什么性格什么？你第六本来内底当开讲，用一个讲什么？什么性格那个啦所以你这内底当中呢，应该信心清净，出这个奥妙的道理，会当信心满解啦完全恁就是无害。基有中心，但是咱目前，我即马标出来咱就是咱目前修培的基础，令德文三个生活，每日做出的应分也可能，因为现在佛法是幕后，也是每日做出应分开始，所以每法分做才开始。每日怀孕做开始，但是后壁一句话讲你若信解受持。咱伫弥勒法门内底是按照你的角度来确认了，你知影法门，你知影时分，你相信，你了解。因为我既然相信甲了解，我就唔敢放落去，因为我受持。咱想看卖，现道中，离我是我对何上我小无行，我两面就要40年。对我的领领开始，我伫道中，咱同学3月求道，虽然讲过去伫修道懵懵懂懂，但是正式伫道中，伫差不多伫45年、40-50年内底当中行过来了后，真正是信解受持。我平时在怀疑。我奇怪，我这个人爱，伊40-50年，伊修完了开始，你无体人呢？无体人恁了，无听讲的啦坚持呢，信解坚持，咱大家内底当中这话是讲安尼。今日你若不是安尼，你自杀就走不了路。毋过呢，你个想法爱20-50年，你好是咱当时走外一人出去。有信解受持无？偌济人走出来，偌济人对一贯的实相、一贯的真理，偌济人有了你看好。毋过你就讲，你不要灰心你爱欢乐，你要欢喜欢喜问好甲在我有了，好甲在我即个敢若无力的，安尼讲，好甲在我即个无力，我行50年个，我即个有了。
毋通去管别人，别人咱去跟他管得到，因为咱会当甲挽惜，会当甲可惜，会当甲教，这咱会当安尼。但是，这种个人的命运、甲个人的因果、甲个人的地位有影来睇，毋是安尼简单的。要成就一个菩萨，要成就阿罗汉就遐无简单；要成就一个菩萨更加无简单。所以咱来讲，无一点我怀疑，性格，诚信是你也是一种正信，叫做称为正信三昧。什么叫做正信三昧？三昧是一种因佛教的名词。三昧伊叫做正等正受，这句话叫做正等正受，嘛叫做正信的正等正受。正等就平等嘛，正等则平等，正受则平等嘛。平等甲正等是啥物件？平等甲正等是分，就是菩萨人呢。是法平等不有高下呢？证明后尾倒落三菩提呢？敢是你嘛看这句话呢？正信三昧就是一经讲到位，你一经达到，佛的意见呀，完全你清净不了。所以一句就来讲，解开就是清信，心中自然而不邪而正，就是光明磊落。修持就是修的性格的真谛，叫做修而不修。咱一直要用着上课上的道理来跟你讲啦，叫做修而不修，是一种静修，保持一种清修，无了解。修无修，叫做这么静修。修无修，我有修，但是我心不是执着迄个修，迄个心不是执着迄个心，安听无？你是执着一个修，那安尼满顶事情都走出来。你有一个我咧修，有一个物件互我修，有一个众生，迄叫做梦想。有一个物件互我修，有一个我咧修。有一个修者，我有执于这个修，安尼我去思考。所以来讲修而不修，这个一种的静修，静修就是讲我完全离参像这个白水相像，有白水但无力量。我完全有修，但是我的80点中无迄个执着。你已经讲到安尼啦，不再了解。这是第一理由讲到这个人来到遮啦这为第一理由啦，这为第一理由，这第一讲圆满地位，希夷小有，1000万化身。这个人呢，离无法的时阵啦在空中，伊不但会当第一理由，在一般佛的弟子中也是第一理由。可以讲，因为伊是先到末法的时代，后无到这个时代。咱看无，因为这个人毋是佛的时代经过2500到90年这个时代就是恁有第一理由真正的坐条，咱如国家咧开放，有道中甲阮提示出来开，啊袂用时间转移心。在世、法世、无畏世，一直咧弘扬，一直咧鼓励人做，否则拼无这人。感谢呢，这是后500个经过法律2500到90年现在咱又完全定义。这毋是简单，你甲想看卖，这毋是简单。尤其来想，你一世人来到这个世间，就是我来到这个世间，我是讲。医生会，我已经72岁了嘛，我一个12年来，我82岁了，当时，才到82岁，我已经不敢才到82岁呢。医院啊，医院娘，你知影无？润泰老板年70几岁，75岁，后写76岁啦。伊真生活着，过去侪拢话，互迄个黄金元帮泛化班，好囡仔一个大事业班，医院娘，75
上来漂亮。以所有的生活的开始，有发生过，没有一毛钱带过去，万般皆是相，唯有业随身。所以今日你就知影，而且就无法得我当人而且时阵结婚就金毛经，而且咧世界受持，这毋是一个第二吗？因为伊得到是第一希望的光景，得到是第一希望的光景。第一没有第二。第一，人甲必须无人甲比的话，那就是第一。这个就是个圆满无缺的功德，简称叫圆满无缺的功德。你既然达到圆满无缺的功德，你这人有什么条件呢？后边本文都来啊！可以讲出尽无我想，无人想，咱个来读一遍啊！你刚才本文咱个来读一遍，可以讲。出尽无我想，出尽无我想，无人想，无人想，无众生想，无众生想，无受者想，无受者想。所以假何？所以假何？我想即是微笑，我想即是微笑。人想众生想，受者想，即是微笑。人想众生想，受者想，即是微笑。可以讲，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即名诸佛。伊即句话就离顶悬，这句话讲是什么原因呢？这个人会当靠第二，这个人呢，可以讲是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可以讲是前段为什么这个原因？这个人得到第一有功德，伊就咧来解说。这个人会当得到第一有功德，伊来讲哦，出人无我想，无人想，无众生想，无受者想。这个人已经我正事实平台，所以咱后边咱话先来讲，因为这个人信心求证，对金刚经有了深切的误解，因此伊思想健康，已经无有某种思想的执着，因为伊已经以法界空慧、般若空慧下地某种思想的执着，所以他讲。也得到第一希望空间，迄叫做实相法界。所以讲是什么原因呢？所以讲，然后后无包括这个人，因为伊无思想，但咱得到第一希望空间。咱若知影一句话，伫金刚经的第3分内底分中，说无定，叫菩萨有我想、人想、众生想、受者想，排为菩萨。但是这句甲拖过来。你这个人会当得到第一希望的，这个人是无我想、人想、众生想、受者想，伊敢是安尼？敢是真厉害？当然，一切拢是思想造成，拢是思想造成。心叫做我想，境叫做人想，而心去判断的境，伊走进第3部的叫做众生想。因为心判断的境了，你无袂相灭，你叫做妄想，众生的妄想。毋过呢，你想象呢，了，你就接近第4部的叫做受者想，受者象征，受者就是受。所以很多大师傅来讲，妄想执着不能正的，妄想执着不能正的，伊等于思想后边还能部的，妄想执着不能正的，伊头前我向人相跟恶言恶理法。因为有恶言恶理担当遭对众生想法、受者想，妄想是不能正的，不能正的。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我讲进入得到无上清净感，所以伊来讲，这个人会当得到希望空间，这个人就是已经脱离我种思想，伊后无包悔，伊虽然讲后无包悔这个时阵。已经未有当时决定离开2500来方面，这个人有这个人，可会提起哦。什么原因？因为已经无执着我种思想，伊现在为啥安尼讲？所以因为在思想中内底当中，伊才来讲，因为在思想的阶段当中，在思想的阶段中，拢是空，当体。
无相、无相，怎相所相，就是不是。活动四相是一种的执着的原因，伊无有一个真实之相。所以讲，这句话咱有法当写出来讲。得影少皆此言少皆无可，万里无云万里天。这句话呢，得影，得个影，你安尼用安尼用，参照咧扫街迄个阶梯啊，哦，街有可。迄个得个影，你扫街扫迄个阶梯啊，迄个阶梯无痕啦，哦，伊就是讲万里无云万里天。万里无云，万里天。我跟你讲，眼影相，它不是实相。等我想的比喻，你咧行有人影，你咧是人的影，迄是一个眼，所以叫做眼影。迄个眼影，咱一般顶的人看到眼影，咱就开始摄。毋过你世间无影无相，你讲袂受了。但是有一个相。有一个相的原因，你个接不相的原因，你就放袂开，啥放袂开？因为无迄个物件，你就感觉袂放心、袂安心，你会不痛苦。就像我想个比喻，迄个菩萨你要去拜，但是没有做出你要去拜，没有做出就把请掉，你就不要拜。因为什么原因？你讲没有做出要造，没有做出无。其实没有做出有理啊，甲无理啊，有差偌济，你甲我讲。其实人甲讲过，迄是一个原影相。毋过原影相是了咱众生的人少相入理，毋过咱众生的少相执相，照着这相执这相，咱听到无这相，你开始就修。所以这个又不叫做白死去，所以我讲。所以咱世上的原因，伊无有一个真实相，就如同天涯扫街走无万里无云万里天，可以讲，后面这个作用啊。你一切思想，基本上就这里当思想讲的，心里都分，无执相都分，有执相叫做相先，无执相叫做分，有执相叫做相，就简单讲嘅，这杯水。无去力量就叫做水，有去泡就叫做茶水，有泡咖啡叫做咖啡水，有泡汽水的饮料叫做汽水，敢是安尼？但是一切的拢总无咖啡、无汽水、无茶、无这色相，安叫做哪？白水。白水就是咱讲的叫做粉，就叫做粉体。你所理了的物件。你领了的，伊就毋是你咧讲的东西，水，就是茶水，咱泡茶水，泡咖啡水，泡汽水，敢是？因为你的造业，所以因为你的一切诸相，把一切你里面这个物件，把扫清理，这个叫做哪？白水，啊白水叫做粉嘛，无力量叫做白水嘛，有力量换力量新的物件，啊那有力量分做叫做。有力量那个，分做哪菩萨？第几分？阿罗汉、天仙、人、阿修罗，几个特性？是不是这个分别出来？如果你本身就是佛啦，当下分别，就我拄则咧讲迄道理。因为你嘅力量了，你变成一完整分，你力量了，你变完整的一回地来。并不完整啊，所以你一直追求这两处分，就是咧讲这个道理。那你今日当中呢，你一切思想，那是一切思想呢是包括所有呢末定思想、法定思想、空定思想，这三种思想，拢是包括一切希望之想，通通关于即时处分。这个是这个人虽然无有成佛，但是伊所体验的就是。佛一定无二别啦，离一切诸相，远离一切诸相，叫做离一切相，叫做离一切相，袂使袂讲，理解了，叫做离一切。虽然随时在相中，在相但不执着，在一切相中不起一切量，
数自性中无有起了杂业，叫做清净无量，证明出分。所以《金刚经》第6分看，欲心处相，欲心处相，即为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欲处法相，即着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可以讲，欲处非法相，即着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念念不休，令我所发，法相应下，我明白。如法如教，法相应下，我明白。是毋是安尼？这讲就不能变。但是你不来讲，恁就到这个时阵了，恁就要听。欲心处相，甲欲处法相无相像。欲心处相，这是阿罗汉的结果；欲处法相是菩萨的结果。而咱两相去掉的是佛罗，达到清净无量是佛罗，这有佛就站出来了。所以对这咱讲一下就讲，我定思想，法定思想，空定思想，就是这样。若亲许相，欲心处相，有一个我相、人相、众生相，这个相拢是缘命、因缘所生的物件。法执就是有些物件，这个人作七法，什么人来讲道理我不听，什么人来讲道理我无爱听。这个人来讲道理，家讲了我听了我甲厉害，人来讲讲我气甲厉害。若叫足济人，我感觉足有面子；若叫足济人，我感觉我今日讲这条我无面子。这叫做法相。咁是呢，叫做持法执法。但是呢，我定思想，就是讲有一项物件，我足介意，甲无介意。比如讲啊，这个小姐，我看到，我感觉这个因为我这个心嘛。攀的伫迄个境嘛，因为迄个小姐叫做境嘛，我迄个小姐叫做人嘛，我人偶像人像嘛，我人因为攀的迄恶言恶语，走到第3义啊，叫做众生相。你众生我触起你境了后，我会开始想咧，会开始想咧，这个小姐真遐水。迄个小姐真遐歹哦，迄个小姐遐大好，迄个小姐遐瘦，你会多上水袂？你怎啊上水啊？但是上到第4义啊，上第4义啊，第4条，迄个小姐多水就对，我来要顺来搞迄个小姐。迄个小姐安怎，迄个是手，安尼听无？迄叫做活动思想，活动思想的方法。毋过咧，活动思想的讲啥物件？你我定思想空啊对不对？法定思想搁空啊对不对？这两空之空叫做空，欲处非法相叫做空定思想。安尼听无袂？而这两空，因为这两项有直接的功用，但是空定思想无直接的功用，所以咱讲，伊在讲啥？伊在讲，迄个利益必求，依我所发。如法如教，法相应下，何况违法？而这个违法，这个违法相，因为伊毋是直接的功用。但是你若这两项，若拢空啊，你讲你这两个感冒，你拢已经食感冒药拢食好啊，但你好啊但是你都接到生病，你都继续食感冒药，会变成安尼，迄个是空法相。迄叫执着生病，安条好啊就好啊，空相的因为拢空啊，何必要执一个空相？叫做非法相。所以好多你讲的话，道理是讲啊足有啦，你会听有无？无你先扫无？那安尼当中呢，阿罗汉已经空啊，菩萨已经空啊，佛法已经空啊，这4种、这3种的思想，拢包括来。一切希望之相，统统关于即是做伙。你毋是佛，无你去干啊？你毋是佛啊？你毋是佛，你是做啥？你毋是佛，就是迄个
然后是讲，众生干嘛去发啦？你选是众生，唔过你根本就思想有空，法定思想有空啊，空定思想有空啊。啊，你选是众生，唔过你意境即是发啦。爱听无？唔是看表象，看你的心所变。我现在讲的是简单几种，分解某是法界对不对？有分的法界，有无三法界，阿罗汉啦，迄种法界，阿罗汉法界，天神、人、阿修罗，这是不对啦。同一个人，同一种人哦，咱有这个心有10种法界哦。你要相信无？啊，无他有10种法界咧啥？我虽然你白一个人哦，伊有分的法界哦，伊有做出边了，伊看我出用的哦。人家不了解，有一种的法界就是比地狱都足生都无对得严重的哦。你是毋是讲心里变的啊？咱个心灵出天道，啊心灵出地狱，敢是拢是要心里变，拢是要心里变。所以咱只要心变十法界，所有一个十法界图哦，中写是什么叫心无？你若看到这个图，上是心。但是外口的当中呢，这个十法界对佛、对菩萨、去支分阿罗汉、天神、众生，这个阿修罗、阿弥陀、这些个对啊，伊大个，这个十法度部，那可以对出来，50中间写个心，刚才讲的，一切拢是心去变化，所以你当你一切诸相。进来之后，伊个讲虽然在相不就相，但是一切相中不起了一切了，即是相中无起着杂念，叫做清净无量，进来之后，清净中无起杂念，真正无简单啊！咱这是菜市场，菜市场说菜市场的人间，繁杂的人间，烦躁。真正足杂的，咱若一件心大，一件事来，咱的心袂安，咱的心袂清，咱的心袂定，是安那？因为我也是上生心，众生心啊，我不是菩萨心。若我菩萨心来，事来我会定，但是我是众生心，我不来能去定，是安那讲？因为我地位也袂强，所以变成啊，咱今日。你安尼杂质清净无量，那就是，但是咱要达到清净无量，那就是做佛，就是讲哦，也就是大彻大悟。所以呢，无量极大是大彻大悟，大彻大悟就是那大彻大悟，还在里。那个大彻大悟还是还在那里。其实半正心啊，半袂歹啦，半清楚，哪种袂歹你袂修行啦？哪种袂歹你袂修行啦？就半袂歹半清楚，半袂歹半清楚啦。安尼后起来若互你的地位有够，你会拢会精神袂歹，袂啊啦，不明啊吼。来，这头再来讲吼，不可说菩提。不可说菩提。如是如是。如是如是。若有有人，若有有人，得闻是经，得闻是经，不经，不经，不报，不报，不为，不类。当地是人，当地是人，成为稀有，成为稀有。我就继续讲啦，不可说菩提，如是如是。这个不可说菩提，如是如是讲，因为佛哪咧讲？下底人讲不可说菩提，那下底人咧讲清净佛讲嘅佛言，拢咁讲所以这就是佛直接甲说菩提讲，甲赞叹，迄个如是连续如是如是两个字咧赞叹，不可说菩提，在此拢说菩提，正印证伊咧讲嘅话，说菩提较硬，较硬啦，较硬。所以演出来了，含不所讲的问题拢实相，所以叫做如是如是。所以呢，如是如是说菩提，你讲的对，
如是如是，你讲的对。佛何以应证如是如是？应证佛所说，佛说的法与师傅的都是一样的。所以不是讲什么呢？师傅的就是解悟到、解悟到什么地方是上的一个如是。佛解悟到什么地方上的一个如是，就是佛所说自己。是佛说自己，也是如是。伊佛来讲的，甲伊即句话讲的，对师傅来讲的，咧赞叹师傅的，即句话的佛陀家己肯定讲话，第二句话就是佛陀直接赞叹师傅的如是。连续两句话就是如是如是，伊即句才是安尼啦吼。什么例如？我不开心。这个如是如是啦吼，我过去捌解说过，因为迄个如是大乘经典，伊即句话应该是咧讲三法界道理吼。如就是咧讲四常法界、观念法界，这我过去讲。迄个四常法界就是讲这个日头，观念法界就是讲这个日头光。日头甲日头光是共一个物件，所以甲分做四常法界叫做日头。观照法界叫做日头光，对日头所发出来的光叫做观照法界。对咱的自性所生出来的地位，伊毋是对别人所造，对你的自性，所以迄是一。所以佛就当时经文听的第7分，那么是为菩萨含应语所告诉。所以菩萨在讲，伊对四常法界甲观照法界来讲，但应语所告诉，所以伫这个当中呢，诗就是叫做文理法界，我这个诗叫做文理法界，是按照这三法界，如文法界，是如是两字叫做三法界。三法界里佛教上内底当中是上爱讲意见，迄个诗就是叫做文理，文理法界毋是法界后壁就是法界。毋是文艺知识哦，是文艺智慧哦，是佛用着伊的智慧所开发出来的，那叫做法界哦。我讲，即个家人会生囝仔，会家人甲袂生囝仔囝是无相像哦。会生囝仔会家人，这是有形的哦。咱即个圣人来讲，文艺法界是会互你成就菩萨的哦。但是这条袂无形的技能，就参像世间，咱伫下后咧读册，会学习，会文学，迄袂当互你成佛的哦。所以这三法界内底当中，是因为佛亲自讲出来，要互众生依着这个文字智力观照，而观照这个上这种观念里哦，这是无观念里哦，那我们叫做如是三法界道理。那当然，这段话是对第六本还是正，第六本叫做正性比喻，因为对顶段讲到第五本如理事件，伊的建议欲见诸相非常即见如来，就是咱过去所讲。金刚经，若要讲对第一分、第二分、第三分到第四分，到第五分来，应该自到第五分来。一定甲真佛经文经讲了，欲见诸相非常即见如来，一定甲讲了。毋过后壁这个物件，即有这个物件后壁一直延续，今日众生来听，就敢若一直解释，一直解释，一直解释。但是真正明白的道理，到第五分讲了，欲见诸相非常即见如来，这个物件，这不是开玩笑的，这来了解观。若见诸相非常。欲见诸相非常，诸相非常，什么叫做诸相非常？看相毋是相，那叫做非常。伊现在他们怎么解释？其实怎么解释？你诸相的对非常，叫做缘起性空，因为因缘性法的物件，无一个是常有的对，迄是方便的物件。我想比如，我去目镜，有道对不对？像我是有道，我歹道。因为我这个目镜是因为我的目睭有问题，我去目镜，你听无？
安尼我先把他说，唔是，伊是继续无变。但是有一日，互我即个目睭会较配合我正常，我讲来我先目。即看即个目镜，即个叫做主相啊，主相。哦，主相。但是我本来有一个非相，我目睭本来就免这主相物件。爱听无？如果我若目睭我唔免摕即个目镜物件，我就配合了我本来目睭的正常，对不对？即件出来，就配合你本来。讲这话咱就有意思，咱一定要知影，伊咧讲是咧讲什么方面。所以伊靠即个肉体之上，非常即件出来。哦，细孙到即号为时，哪要甲讲起来，伊拢讲了。毋过呢，到了细孙讲到即号为时，苏无地啊种风风火火，吼，勉强相信啦，因为这是一个出自不能因口所说的，可惜伊阿无有真正开悟，没有真正开悟的吼。所以呢，你讲，阿无真正开悟，无有情感，我咧讲，真正物件无情感，无深入过，就肉眼之上非常，即句话出来，你若读册我嘛读过，安怎读嘛无你。但是你若读成书，你佛教上有叫做文书修习这四个工夫。你文就是你看到，你有成书无？你有行书无？哎，你有较看书我较看过，你那想看那想看迄落下早我看过，较看别煞写乌哩，你看出物件无？你不懂它的含义。毋过呢，你若迄种肉眼之上。情感一定文看着书一定是功夫落去，你后日你有绝对会开始行的。修就是开始行，因为你袂怀疑，但是你无怀疑行，后日你切证明大济做看到就是什么三道题。敢是毋知伊是四无功，毋过呢，到即无功，当时苏无地是因为语文甲伊也袂伤解艺术。又担心别人听这个道理无容易相信，所以伊下当开始讲，何有众生必如是言说，即有灵性实情。这是《金刚经》的第6本，头一句就安尼讲，伊就是无了解啦。伊到第5本来，伊也无足了解，伊也恍恍惚惚。所以咱讲一句，何有众生必如是言说，即有灵性实情。迄个何有我有一个小可怀疑，何有我有小可怀疑？这众生必如是言说中有，你所讲的是《金刚经》这个言语结起的章句，因敢真正听有吗？所以是师父在问的啊，师父在是安怎问的？当然问了问题，这个问题是师父在先让人知影。第二个就是讲，师父在条件问的，就你大家听话，大家听讲安尼，大家安尼带咧拄久啦，嘛咧听，然后我就调讲跑出地狱，不得我即个何有众生必如是言说，将有灵性实情。这件众生咧听你讲到第5，肉眼之上非常这件出来，这件众生敢听有吗？伊即句话，就是我通常讲话，第一句话就是讲。伊听无，第二句话就是对我讲的，安听无？我听无，就是事实，就是讲这个。何有众生必如是言说，灵性实情，性实情会当是真实的信心伊有正是疑问，这个何有这2字就是咧疑问，表示伊真无真正信入的物件，大约何有2字来咧问。我是给大家说是讲，无定定解讲题，伊知影，但是伊调咧问，安尼对了所以这个在当中呢，咱就知影伊咧讲的。那佛陀告诉讲，这个是咧讲所以那个时候，佛陀就讲告诉他，你讲唔对，如来何事说？说的不是实。这句话
真严重，对佛陀所讲，对师父所讲的话，因为无作是你唔使讲者，直接就甲讲，因为你而且起了疑问，互你疑问你讲就确定人怎样对你疑问个啊？师父都听无啊，我真在听，就当时迄个什么人，迄个神秀，我因当时无做叫神秀去写手机。但是因为所有地址毋是叫新手去写，是你若上是的内底有1000多名的地址，会当写手机的建设，我着属于第5组、第6组有无？即句话传出去了后，大家嘛拢推荐新手。新手你讲啊，你是阮的教授师啊，你着无去讲，我才甲你讲。不新手啦，包括我教育我偌艰苦，你敢知影？带遐为着要写一日顶一首，新是无地修，小如明镜台，时时去分析，无事业定来带顶偌久，你敢知？丁向南边表路，丁向出早。客气，无信心不去得当，去无信心不去得当啊！难在，难在，我若写题有建设。我就说讲，这是我写。若我写无建设，无采我历史的边仔才出，乌龟我是写有难有无？大难大难，伊也无信心啊，对不对？那到尾面甲顶起，甚至无地手，心无明显，时时去了事，事业进来，甲打面咱变表了。阮师傅在那看到吼，我伫迄个时阵就讲，这是地师所讲的。我一个暗爽，但是，毋过师傅出来看到，去道堂看到了后，大家议论纷纷，议论纷纷啦。师傅看到，是菩萨心无明镜台，时时去心无事业。伊建设，恁若当念这首经，会当继续念，恁毋免是恶道，会当到这上面，恁毋免走掉。大家就咧拖天去念啊！迄个念我都叫慧眼，听到，后尾拢叫慧眼听到。慧眼话啥？记作用的，人这毋是毋是而且何有众生啊？人伊毋是莫作是说啦，人是咩？人是足清楚的，伊建设，但是伊建设，所以啊，我嘛要来写一诗，毋要就讲我带去了后。那个诗变相本单元原来播迄个，侬叫为啥嘛？我想要定首意思，我是隔条听下无？会翻当，你也想得啥脑诶？咱下日又上上去，上是又落去，就是去不变的做，但是，这个诗变相本的上去，这个来历是啥烦恼？我大家一下吼，2万2嘛，我大家一下，你若第一年吼，若你着作为你着传话呢啊，是不像我咱讲啊，当然，土地本无像，明年就会来，本来无本，好事业进来，我就白相公司话，若要叫我出，我袂出，若要叫我写吼，你出偌好写，按照我怎样？所以大家听，大家伫遐我咱这首建不建设，大家听着嘛建设，大家去喊，无做法就听着啊。因为我爱的人听不出来，但是我有表要处理，我这人用道理听无。所以上帝啊吼，真个，你建设，你大家等咧，为你看到。看大家算，无，先无继续，无伊，太唔知影。即个个照片啦，伊着我看到伊个照片插板，秘境8个月啦，伊着到哪？为了秘境8个月啦，叫伊兼摊，赔车久啊，我去开门车久啊，兼面试点，一支车。3个手业，人知影，
3间对个不能了，迄拢无免讲过。即摆因为伊个聪明，会来个当地个当地人，会来个倒，会来个倒，来食好势。伊就在讲，你个是啥人？说话变是讲看三间变我妈了听啊，有功夫哦，人迄时速来，人无办法可以终身，人迄时速来，所以入了后，遐个受。一次中央会慢慢地敲着，得着了后，伊要轻松。拢仔在那天滚起来，那好早我发现第二日跟他死头前，死头前，所以4分钟伊开始扫来，所以是迄个步骤，啊上到个步口，就讲了，所以讲袂食水多，无食水多，唔讲合食水多咯。免费是过着一多一个多，合出生是多，迄种讲拢上米呢？我开始走啊，米拍你几年？当时呢，米就10年哦。迄个时阵也全部动哦，去叫4分钟约会，4分钟约会，了后伊把伊我当初，当时伊拍我当初，伊讲。法科真相，我太太唔真个是真啊，把它翕出来，翕出来了后，4分钟看到伊衣服印翕出来，要甲摸伊衣服，要抢伊衣服，你知道？衣服我摸袂顶人啊，摸袂顶人，成日摸袂顶人，唔能原理。摸袂顶人，即句话是较哪有呢？较顺啊。但是因为伊可能要摸，因为伊用心想着，法太上唔清，太唔清。讲师傅，我毋是为伊来，我有法去来。你若为伊而来，万人放下，万人放下，你袂使来见，你万人你有一个清净心来，你袂使见。所以合作而遐。伫遐地方受着害，所以像咱就讲啦过去圣人，人咧听着拢有讲，我就是咧讲，听着迄个讲迄个经啊，就使讲今仔日所有的无足是说，你今讲的何有众生，how有何有众生，人明白的，清楚就清楚，所以咱讲一句话，如来无随便正来。你说的对，一旦讲如是如是，你讲唔对，无说实说，会说袂讲实。你讲的唔对，就叫做妄作实说。但是究竟你师父所讲的，你唔通去听。现在文思将有，平心静气，就到这个发困的时阵，最后落到的这个时阵，这个时阵你袂使不了解这物件，然后你袂使不了解物件，今日。咱一般的历史，你唔通袂记这物件，你唔爱听我过去个铁个回想，这铁个头毛做铁个头毛做回想，来道了空门，输在该空，那红晒，环境还是讲歹讲唔会，我着去头做面孔，袂来做电面孔，卫生清洁，事业来设台湾做回想。较清晰，其实咧叫做逃避，盗窃法，并唔是真正咧期待法，唔是咧盗窃法。你本历史的这当中是真正，咱今用这个法文来当中，伊甲伊讲说无地，你开幕开始了，就是隐心听法，伊就听法这个时阵，清解流出，了一点点的语拢有啦，就到第14分。佛说如是澄清经典，莫将识得为本，未闻如是之经。伊到这第14分来，伊是足清楚，伊就袂含糊啊，伊就袂含糊啊。所以咱来讲，清解深觉意趣，清解为材料，一点理拢无啊。伊甲你讲，
1.2个拢无啊。所以到第14分来，理想级别，离一切主上，即为上小变为上变，离一切主上即名词，级别就是分，因为伊那肯定所说，不但移除，伊情感移除，不足归来，而我这个时阵不足归来，就是现在破会上内面，也就是有人得到了这个理由，这个途径，就是到这个无的时阵。也就是有人会对金黄金得到这个情感的时，应得到第一希望途径，这当是真正第一希望。这个第4句话，这句话是黄金，这句话是讲哪？这句话毋是咧讲2568年的时阵哦，因为伊来讲，你分别和包围这个人哦，你末法时期哦，正法时期过哦，宪法时期过，末法时期就是现在。你末法时期的后58年斗争时期嘛，过后，咱老祖说的发生的时阵，你对这部金黄金，我都情感意思。敢若讲金黄金对这爱情经典，你会当得到第一希望。现在，伊就无要讲朋友相称，我都唔晓，伊就无讲啊。所以到这个表示，表示这个。伊应情感意思，该外口不说，甲不讲拢实相。所以呢，司法权，咱我讲先讲。所以讲，你一切主上这样处理。司法权到第14分以上这边，伊的结束上啦，伊的肯定你一切主上这样处理。这是司法权一经你结论上的讲的，无对。我道理讲，若见主上非常接近如来，无对，离一切主上，离一切这种接近如来，不可以不可就是证明出分。因此，我哋这句话离一切主上，证明出分，这是对分，这是对分就赞叹伊对伊的印象说，不是，肯定绝对无对。若见主上非常接近如来，离一切主上证明出无对正确，伊就是讲这。所以你现在用，常常讲这个时间来我了讲，所以你讲，这讲的好对啦这是新青菜，你若听我无骗你，你会感觉你已经。由于迄个物件，你担着，迄个法律你担着，咱一世人修到10年、20年、30年、50年，爱这物件。若无咱来甲人讲啥好啊？若无咱来甲人协商好啊？若无咱来甲社会性繁华的状况，咱来甲人讲，咱唔免对人这个啥物事。真正，因为法律咱得解决，无叫依法这法律就是。你应份的这个时阵，万你过去1分、2分、3分、5分，你过去做来做成绩，唔你留了。有这个机会，我大家留了，我无骗你哦。唔是这个机会，含咱经过10年、20年、30年，我遐挂袂足济哦，我遐挂袂足济哦，我遐袂足济哦，无你个算好没？做咱福建你4年收入，到这个时阵嘛济，你讲好，你甲算好偌济，我若去阮当年啊，你看我算我听，算我看，伊嘛已经挣啦，伊嘛想算得挣了，多金历金穷金，已经慷慨起来，我看做起来，伊若讲当时伊顶管村无啥讲，你若收袂落，你问阿，你若收袂落。讲我听，迄阵无3万到，你若收袂落哦，你莫讲出哦，你莫讲出哦，你甲落来哦。讲毛笔讲，烧时用迄个烧时用，迄个好少，我烧到讲去互一张迄个，因迄种因过去迄种都会得叫人回归啦，烧借文啊，讲迄个借文回国去啊，3钱我丢。可嘛，
伊迄阵的菩萨实在是一路人好气，伊嘛知影菩萨正派，所以今日行含神佛菩萨都拢甲咱护持，甲咱赞叹。啊，咱今日家己有法通留伫这个所在，咱家己若无走赞叹，咱就顶袂，咱无顶袂，真正无顶袂。有一日你无顶袂结果，你会家己接受。所以我们来后边，佛离这个经文里面一定会讲哦，有人你问是经不经不可贵，到底是咱这个圣义呢？所能解释。所以今晚嘛吼，我们讲讲的，今天到这个所在吼，希望讲咱对面当下咧看一下个，我讲给咱大家来学习者，安尼对咱对一段印象较好。啊，其实你这个印象，你这个物件啊，你若要讲宣传，你摕一段话来讲，伊绝对唔通再讲啊。我过去甲你比如啊，我伫迄个泉州啊，我就是读书啊，去伊讲，伊讲万所有上开始，我伊就来讲，我非常好，我教授，现在我袂记啊，伊是英文的教授。讲你是断章取义，你是表象说法。你后面有人在讲，欲见之上非常即个主人。你惊凡所有事开始讲，你惊讲是有的人，后面所有的你是读。所以你要分析了听了，你当比较。所以你若会讲真正这道理捌起了后，记起了后，你若要度人，你真正当换佛出来解决。而且我讲人无法讲。阮若讲毋相信，2560年，无人老天法，无什么人老天法，到你有晓道里面老天法吗？你唔相信，有啥物人会相信吗？咱是安尼，所以不得不相信。所以不别我们这个时分。好，谢谢各位，谢谢。感谢目前与慈悲前大律公、坤大律公、一般向无疆无先三一公前大律公、在提公、三提公，感谢目前与慈悲公、坤大律公、在提公、三提公，感谢目前与慈悲公。持驾向无疆无先三一公前大律公。在提供三提供持驾前提供送驾付前提供持驾点文司提供坤大提供在提供三提供持驾前提供送驾付前提供持驾点文司提供。好，他们呢？